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嘅主持人周軒源。今日我會講下香港垃圾嚴重嘅問題。香港垃圾越嚟越嚴重，請大家注視下啦。如果唔係，地球可能好快就會污染㗎啦。地球先生就會好快病㗎啦。請大家唔好抌咁多垃圾喺街上邊啦。香港其實越嚟越多垃圾，越嚟越似中國大陸嗰啲亂拋垃圾喺地下嗰啲人㗎啦。唔該，請大家注視下呢個行為啦。如果大家唔注視嘅話呢，我哋個香港會越嚟越污糟同埋越嚟越差嘅環境。地球可能仲會越嚟越差嘅環境添啊！地球。請大家注視呢個問題啦。好，我今日講咗咁多先啊，大家記住訂閱我 YouTube channel。